早晨啊，各位，跑到煞晒氣，停一停先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嚟到台中市啊，呢條咧就叫陸空廊道。咁佢嘅特色咧，其實就係上面嘅高架啦、火車啦，同埋有車路同埋單車路嘅，都可以見到火車啱啱經過。咁我咧跑咗16公里都未見到盡頭，我就停一停，唞一唞啦。咁啊，如果想知道陸空廊道有啲咩特色咧，一齊去片睇下啦。如果你想用一場跑步去認識台中，陸空廊道會係一條非常適合嘅路線。佢北面由豐原車站開始，南面去到大慶車站，全長大約21.7公里。沿住台鐵高架化之後騰出嚟嘅舊鐵道，空間伸延，串連豐原、栗林、潭子、頭家厝、松竹、太原、精武、台中、五權同大慶等10個車站。由豐原出發，北段視野最開揚，沿途可以見到一排排綠樹、社區、公園同埋密度比較低嘅城市街景。天氣晴朗嘅時候，仲可以望到東面山區嘅輪廓。進入潭子之後，路線會經過栗林、潭子同頭家厝一帶，亦可以接駁潭心鐵馬、空橋同潭雅神綠園道。呢一段節奏悠閒，綠蔭、住宅同鐵道意象互相交錯，充滿台中嘅日常生活感。繼續跑向松竹、太原同精武，城市感會慢慢增強。路線大部分沿住高架鐵路向前伸延，有時穿過橋底，有時同車站、公園同街區並排。列車喺身邊或者頭頂駛過，腳下就係慢跑、散步同踩單車嘅人，形成好有特色嘅新舊對照。最精彩嘅係台中車站附近全長大約1.6公里嘅陸空鐵道1908，呢度保留咗舊鐵軌、月台意象、雕刻廊道同絲紋裝置。沿途仲可以見到台中驛鐵道、文化園區、綠村同埋新舊車站交疊嘅城市天際線，跑喺高低交錯嘅步道上，就好似穿越台中100幾年嘅鐵道記憶。再向南經過五權，去到大慶，街景慢慢回到安靜嘅社區赤道，終點仲可以接駁台鐵同捷運。成條路線坡道平緩，好適合長距離訓練。不過部分路段遮陰比較少，亦會經過平面路口，建議揀清晨或者黃昏出發。記得補水、防曬同埋留意單車。跑完整條陸空廊道，你會發現佢唔單止係一條運動路線，更加似一條將山線、舊城同台中日常生活串連埋一齊嘅城市時間軸。如果你住嘅城市都有一條咁嘅綠色廊道，咁你會唔會去跑返一轉呢？不如留言話俾我知啦〜